来看伫高雄凤山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去年10月才打出工尔，煞是拢无咧信道。毋但甲人起冤家，还阁四界放送讲伊捌杀人，好在第几位是感觉真惊吓，而且伊阁会乌白走去人兜或者是共骚扰。27的时阵，竟然阁摕沙条共喊，去互警方以杀人未遂的罪嫌以上。这个在里面是真正挡袂牢啊，决定发起联署，希望会当甲伊抓起来，互大家会当安心过日。一透早6点外，这个查甫就伫里长办公处的顶仔骹并来并去，摕走一包番薯。但这毋是查甫第一摆乱走去人的徛家，伊阁捌走去里面的厝内，困伫人的门床顶悬，离谱的行为，互当地人拢真头疼。我捌徛倒太过人，那你想，李明听到这句话会不会心生恐惧？一定会啊，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子大摇大摆进到李明家中。躺在李明的床上，然后看人家冰箱拿东西。他那天回来，他在我们这边，他也是就是会跟他，就是言语上的一些比较不礼貌的言语。外河街路的单姓男子过去就捌摕刀仔恐吓店家，摕钢推啊拍民众。去年10月出狱了后，恶性不改，看准里面拢会惊伊，卡袂卡到乌白走去人的徛家摕物件，对店家高甜，而且佮甲朋友起冲突，摕沙条攻击人的头。分局也立即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，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，将陈嫌依准千禧犯逮捕，讯后依伤害、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法办。将给肉能够再关久一点哦，不要这么轻易再放他出来，因为他真的是一颗不定时炸弹。李明决定无爱阁吞论，趁警方以杀人未遂等罪嫌将伊上班的时阵，发起联署，希望法院检方会使看到李明的惊吓，将单男收押。百姓的联署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法定适用，但是也可以提供法院做参考的依据。律师表示，联署确实可能互院检考量升压的必要，警方嘛会扩大侦办相关的案件，继续清查被害者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